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康華地產 Andy。今次咧我就嚟到深圳嘅福田，同大家介紹一個現樓近地鐵站嘅純住宅樓盤。OK， 嗱，我而家位置咧就喺布吉站 D1 出口呢一度。咁個項目咧就喺旁邊嘅啫。OK， 同大家睇睇啊！布吉站 D1 出口出咗嚟地面之後咧，就行1分鐘，前面轉彎就係呢個項目啦，龍日府。嗱，咁而家咧佢現樓嘅狀態嚟嘅，下邊咧1至3層咧就係商場，4樓咧就係分別佢嘅停車場啦，同埋一啲公共嘅區域。事不宜遲啦，即刻入去售樓部咧，同大家了解下呢個項目先。OK， 咁而家咧入到嚟售樓部，同大家講解下咧呢個龍日府佢嘅周邊配套情況。OK， 咁大家睇一睇呢個區域位置圖啦。龍日府咧就位於中間灰色呢個地方，旁邊咧就係布吉站。布吉站咧分別就有3號地鐵線、5號地鐵線同埋14號地鐵線。OK， 咁佢分別咧去福田口岸嘅話咧就係搭14號地鐵線，然之後咧就去到江夏北，江夏北之後咧就轉乘10號地鐵線，咁就可以去到福田口岸啦。咁啊全長咧都係7個啦，搭過嚟咧就30分鐘。OK， 咁如果想去羅湖口岸點樣去咧？咁啊分別咧就係搭3號地鐵線。喺呢個布吉站3號地鐵線，然之後去到老街，老街就轉1號地鐵線，咁就可以去到羅湖站、羅湖口岸啦。時間咧就多4分鐘嘅時間。OK， 咁啊呢邊嘅商場點樣咧？嗱，商場嘅話咧，我哋可以喺布吉站，然之後咧就搭呢個5號地鐵線往赤灣方向1個站，去到白鴿籠站2分鐘嘅時間，咁咧就可以去到華潤萬象匯啦。呢邊咧亦都有佢嘅3甲級醫院嘅喎。OK， 分別就係龍崗區第2人民醫院啦。咁如果係去第二個另外一個醫院咧，就龍崗區第2人民醫院，就係搭另外一個方向啦，都係搭5號地鐵線。然之後落去下邊嘅話咧，亦都有深圳市人民醫院嘅，搭3號地鐵線就可以落到去。咁啊，全部3個3甲區醫院咧就圍住喺側邊，都係分別咧都係2-3公里左右嘅距離嘅啫。OK， 咁如果你話菜市場買嘢嘅話係點樣咧？咁就唔需要搭車嘅，係啦。咁啊出咗門口之後行大概500至600米咧，呢邊咧就已經有菜市場噶啦。萬科紅生活廣場呢邊咧亦都有菜市場嘅。OK， 咁啊了解咗佢周邊嘅交通啦、商場啦同埋醫院之外咧，另外一個大家都會可能有機會用到或者用唔到咧，都會想了解下咧，就係佢嘅學校啦。OK， 嗱，學校嘅話咧，分別佢就有呢個深圳市龍崗區文理學校，因為9年學校嚟嘅。另外有個華中師範大學龍崗區附屬中學，呢個咧亦都係一個9年嘅學校嚟嘅。咁如果想國際學校係點樣咧？嗱，呢邊咧有個百合外國語學校，呢個咧就係咧國際學校嚟嘅。咁但係呢個亦都係相對嚟講咧喺呢邊比較高級啲嘅國際學校，佢咧需要107分咧先至入到學嘅。OK， 嗱，了解咗周邊嘅配套啦，而家咧睇一睇佢項目嘅情況先。嗱，呢個模型咧就係整個項目嘅模型啦。咁分別得一棟樓嘅啫，一棟住宅。下邊咧佢分別就有3層嘅商場，第4層呢度咧分別就有佢嘅停車位同埋一啲嘅公共空間。OK， 咁5樓呢個平台咧就係佢嘅公園嚟嘅。咁啊車位比例咧就係1比0.3嘅。住宅嘅項目佢套數咧就312套，咁而佢車位咧就有100個。OK， 咁而家咧就全部都係現樓嚟㗎啦。上去同大家睇實地嘅單位先。OK， 咁而家咧就去到大堂嘅入口啦。呢個 lobby 咧，佢本身咧就會有啲 sofa 啦，擺喺度俾大家休息下嘅。係啦，咁再向前行咧就係佢嘅電梯位。咁啊向前睇睇，咁呢啲就全部都做好晒㗎啦。牆身咧係鋪磚嘅。OK， 咁啊，亦都咧呢個 lobby 咧佢係有冷氣嘅，係啦。咁啊，佢總共咧就有4部電梯，一部貨 lift， 然之後咧就3部各個樓層嘅一個客 lift， 係啦。咁呢邊咧就係4梯12戶嘅。OK， 嗱我哋睇一睇個戶型圖先。呢個係42個平方1房1廳嘅單位，門口喺呢邊啦。咁42個平方咧，分別佢咧就有西北同埋東南2個方向嘅。我首先咧就睇西北呢一個單位先。入咗門口之後咧，右手邊就係廚房，咁佢係一個明火煮食嘅廚房嚟嘅。旁邊咧就有個工作露台啊，係啦，咁啊佢喺呢度晾衫啊、洗衫咁樣咯。跟住再向前行咧就係洗手間啦。
咁再入去咧，佢分別佢就係佢嘅客廳區同埋咧睡眠區。咁呢邊咧其實佢有個窗喺度嘅，呢、個平面圖咧就冇顯示喺度。咁我哋而家去睇睇先。OK， 咁我哋向前行啦。右手邊咧就係佢嘅廚房啦。廚房咧空間咧其實唔細嘅喎，分別有佢嘅煮食爐啦、星盤啦、上面櫥櫃位啦，旁邊咧亦都預留咗一個雪櫃位嘅，呢個位置預留咗雪櫃位。OK， 咁我哋行到入嚟啦嘅話咧，去到盡頭嘅話就有個玻璃門出去，就係佢嘅晾衫嘅地方啦，晾衫同擺洗衣機嘅地方啦。開唔到添呢道門。OK， 唔緊要。咁我哋繼續就去睇下佢嘅洗手間同埋佢嘅客廳啊，同埋睡眠區。嗱，洗手間咧有個洗手盆啦，上面有鏡櫃，亦都咧係一個名廁嘅設計嚟嘅，有窗。OK， 跟住咧有坐廁位同埋淋浴區。咁再向前行啦，就係佢嘅客廳位同埋佢嘅睡眠區啦。咁一個空間 studio 咁樣嘅。OK， 咁由於呢一度啦，佢有個窗喺度啊。其實呢個位置咧，大家可以擺翻個 sofa， 然之後咧呢度咧就間翻幅牆嚇，或者做一啲隱藏式嘅摺疊牆咧，都係可以做到嘅。咁啊，可以獨立一間房出嚟咯。OK， 咁我再向前行，同大家睇一睇佢嘅景觀啦。呢一邊咧就有個露台，出咗嚟露台之後咧，望出嚟呢一邊咧就係西北嚟嘅。OK， 西北咧就望翻深圳東站、布吉站啊，下邊係布吉站。OK， 呢個位置係布吉站啦，隔離就係深圳東站啦。然之後呢邊呢個山景咧就係銀湖山啦。咁望出嚟，其實呢一邊咧整排都會見到好開揚嘅，呢邊嘅景觀非常之開揚。OK。好，咁睇完呢一個西北嘅景觀咧，就去對面睇一睇咧東南呢邊嘅景觀先。嗱，呢邊東南嘅景觀咧，開發商佢就做咗擺家私嘅創意樣板間，咁所以咧佢有啲間隔咧係有改動到嘅，係啦。OK， 睇一睇佢嘅景觀啊！呢邊東南方向係啦，咁就望一啲小區嘅景觀啦，係啦。咁咧，由於隔離咧，佢呢個建築物咧就相對嚟講比較矮啊，係啦。咁我哋望出去咧都係比較開揚嘅，旁邊有啲樓景，但係中間呢個位置咧望出去，我覺得都幾舒服嘅。OK， 咁而家咧同大家睇一個兩房嘅單位。咁呢個兩房嘅單位咧，佢係76個平方兩房嘅單位嚟嘅。咁佢分別咧就位於咧呢一座樓嘅角落頭位啊。OK， 咁佢景觀咧有少少唔同啊。入門口咧就係佢客飯廳位置啦，跟住咧再左邊咧就係佢嘅廚房，中間咧就有個洗手間，然之後兩邊就係房。OK， 好。咁呢一個單位咧就係佢嘅西北方向嚟嘅。入門口。然之後左手邊咧，你係可以擺一個鞋櫃位啦。然之後再入去中間咧，呢個就係一個飯廳位啦。咁啊，飯廳嘅空間好大，飯廳嘅空間好大，係啦。左手邊咧就係佢嘅客廳位，然之後再過咧就係佢嘅廚房位啦。OK， 咁廚房亦都係一個明窗嘅設計嚇。咁我睇一睇佢嘅景觀先啊。嗱，呢一邊咧，佢嘅方向咧就屬於係西南偏南嘅，西南偏南。嗱，咁呢一邊亦都咧可以望到銀湖山一個開揚嘅景觀。OK， 好，睇完個景觀咧，我哋就睇下佢嘅房間嘅位置啦。客飯廳中間咧，向前行咧就係佢嘅洗手間。洗手間都係一個明窗嘅設計啦，咁啊坐廁、洗手盆同埋淋浴區亦都有嘅。OK， 咁啊分別有兩間房。嗱，大家睇下呢兩間房嘅空間啦。呢邊係望翻去西北方嘅方向。呢間房會大少少嘅。OK，咁啊呢邊都係西北方嘅方向啦。咁喺個窗台位旁邊咧，亦都有個圓弧一個採光嘅設計。
好。OK，咁睇完呢邊西北咧，我哋同大家咧睇一睇佢東南方嘅方向先。OK，嗱呢一間咧東南嘅位置咧，發展商佢就擺咗傢俬，同埋咧間隔上面有少少改動嘅。入門口咧右手邊咧，佢做咗一個就餐區飯廳嘅位置。OK， 跟住咧佢嘅飯廳位本身嘅飯廳位咧，佢就改多咗做一間開放式嘅房。咁呢間可以做書房啊，或者係一個睡房都 OK 嘅。不過呢間房如果改咗咧，佢就係冇窗啊。OK， 咁佢廚房咧佢就改細咗，係啦。OK， 咁呢邊亦都係啦，佢嘅客廳位置嘅露台咧就係西南偏南，咁啊靠入咗過嚟少少嘅東南呢邊位，咁啊望到呢一邊望到呢邊小區嘅位置，咁啊亦都一樣咧可以望到銀湖山嘅山景。OK， 我哋睇一睇佢兩間客房先。洗手間咧就改咗做乾濕分離啦。然之後咧，客房咧佢嘅窗咧呢邊係望東南嘅。OK， 睇一睇個主人房啊，大少少呢間。係啦，擺衣櫃啦，亦都可以擺張床做三邊落床。咁啊，景觀一樣都係望翻東南呢一邊嘅。OK， 咁而家咧同大家睇一個77個平方兩房嘅單位。呢個戶型咧，佢就位處於中間嘅位置啊，係啦。咁佢咧就集中咧房兩間客房啦，同埋佢嘅廳咧都係同一個方向。一係咧就係西北啦，又或者係東南嘅。咁呢一個戶型兩房嘅特點咧，就係佢客飯廳相對嚟講咧會細翻少少啦，而啲房咧會再大間啲嘅，每一間房大間啲嘅。OK， 咁而家咧入去睇一睇佢嘅間隔先。入門口啦，係啦，右手邊咧呢度可以做翻個鞋櫃啦，係啦。咁左手邊咧就係佢嘅廚房位置啦。OK， 廚房雪櫃位、星盤、煮食爐，煮食爐 OK。咁啊旁邊亦都有佢嘅工作露台啦，要嚟擺佢嘅洗衣機啊，同埋嗰個熱水爐嘅。再向前行咧，就係佢嘅洗手間啦，亦都係一個明窗嘅設計啦。OK， 咁跟住咧就到佢嘅客飯廳。咁其實佢雖然客飯廳相對嚟講咧會細翻少少，比頭先嗰間細翻少少，但係咧我覺得空間都係足夠嘅。一樣啦，同一樣，西北都係望呢一個銀湖山嘅景觀。OK， 咁喺佢嘅兩間房嘅中間呢個過渡位咧，佢有少少凹位呢邊，可以咧擺翻做翻個櫃，做翻入牆櫃。咁由底咧做到頂，可以擺到好多嘅雜物啦。咁啊，首先睇一間細少少嘅客房先。嗱，雖然呢間客房話就話細少少，但因為佢完全冇窗台啊，大家見到完全冇窗台，所以咧非常之實用嘅呢一間房。望一望個景觀，好啦，咁我睇一間大少少嘅客房 ，OK， 咁入去啦，係啦，有足夠嘅空間，呢度做一排嘅衣櫃，然之後咧擺兩個床頭櫃，中間咧就擺張雙人床，可以做到三邊落床嘅，係啦，咁個窗台完全都係贈送，窗台完全贈送，唔計面積。呢邊都有個採光嘅一個面喺度，望出去咧非常之開揚。咁睇完呢個西北方向咧，就同大家睇一睇咧佢東南個方向。因為東南方向咧，其實發展商就擺咗啲傢俬，咁啊做咗咧少少嘅改動嘅，亦都係將兩房咧改為做三房。OK， 咁就喺對面呢間啦，門口啦一樣做咗個鞋櫃喺度啦。廚房就冇乜點改動，洗手間都冇。客飯廳啦，擺咗傢俬之後，俾到大家嘅一個空間嘅感覺。
嗱，望一望佢嘅景觀，呢邊係東南方向，係啦，相對嚟講咧比較寧靜啲。咁佢個改動咧就係做咗喺呢一度啦。佢咧就將佢改成為3間房，一間、兩間、3間。咁呢間可以做一間嘅書房。OK， 2改3。咁啊改完之後咧，間房咧一樣可以擺到個雙人床啦，有一排嘅衣櫃。咁呢邊有個明窗。咁第二間嘅房係啦，第二間房咧佢相對嚟講做唔到3邊落床啦。咁但係咧仍然可以擺一張雙人床啦，後邊咧就做翻個衣櫃，然之後咧有個書台嘅。OK， 啱啱咧就同大家介紹咗龍日府呢個項目佢嘅區域位置啦、交通啦同埋周邊配套，亦都去實地示範單位20樓嗰度咧睇咗佢分別喺西北同埋東南兩邊嘅景觀同埋間隔啦。咁而家嚟同大家做個總結，亦都咧講一講佢嘅價錢先。OK， 呢個項目咧佢係現樓無坯去賣嘅，係啦，西北方向咧就係36000至到39000望銀湖山嘅山景，東南方向咧就38000到到42000望翻信義區市區景、曼克頓景。OK， 咁而家咧佢係無坯交付嘅。喺2024年嘅時候咧，佢曾經做過一輪賣過一輪咧，佢就係精裝修去交付。咁但係而家無坯交付咧，佢平咗3000蚊一個平方嘅。OK， 咁啊做埋裝修都好，都係比之前更加平噶啦。管理費咧就係3.9一個平方。1至3層咧就係商場嚟嘅，咁全部咧租晒出去，咁而家做緊一啲嘅裝修。OK， 42個平方，而家咧得翻7套嘅啫。OK， 價錢咧就160萬至到170萬，樓層分佈咧就分別喺22樓、25樓同埋27樓，西北同埋東南兩邊嘅方向都有嘅，咁但係剩低唔多啦。大家有興趣咧可以盡快聯絡我。OK， 76至到78呢啲兩房嘅單位咧。價錢咧就係270萬到到350萬，咁啊個樓層都有，總層高就係30層，由5樓起步。OK， 龍日府呢個項目咧，佢攞地嘅年期咧就係1991年，純住宅50年年期嘅。咁可能深水清嘅觀眾都會計到啦，即刻計到啊，咁咪好快到期啊！其實深圳呢邊咧有好多項目啊，佢已經係做過續期，補咗地價嘅。咁因為佢嘅計法啊比較長。比較詳細，咁我就唔喺呢度咧，一一同大家講啦。咁我講一講咧，佢兩房78個平方，大概係補3萬蚊，咁咧續30年。OK， 咁詳細計法，如果想了解嘅觀眾咧，可以 WhatsApp 我將啲資料咧發俾你，咁你可以咧再去研究下。嗱，呢個項目咧佢係現樓嚟嘅，咁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俾我攞更加多嘅資料，或者咧約我嚟呢一度咧實地去睇佢嘅現樓。大家記得咧點讚、訂閱或者咧將呢個樓盤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下次咧會介紹俾大家更加多樓盤同埋實用嘅資訊。拜拜。